上一集我哋介紹咗大理路極主題樂園同埋大理古城，今集會繼續帶大家發掘大理其他嘅景點。首先，我哋會去到洱海生態廊道，全長129公里嘅環洱海湖慢行步道，全程都係免費嘅。西邊財村、盤溪、龍恩段係精華，貼近洱海湖面，一側湖水，一側白族村落、稻田同現代民宿，平地冇斜路，非常適合同小朋友散步踩車。沿路仲有不同種類嘅觀光車可供選擇。呢一條海西洱海專屬嘅慢行生態廊道，全程都唔俾機動車入嘅，所以係非常之安全舒適。園內代步工具係有共享電動車，20蚊一個鐘；4輪嘅親子電動觀光車，一家4口係有瓦遮頭，大約120蚊一個鐘。另外就好多單車啦，同埋觀光小火車分段代步嘅，都係要提大家，租外來嘅電動車係唔可以進入海西嘅洱海生態廊道嘅。所以如果想貼住洱海岸邊騎車，就一定要去返廊道入口嘅現場租車。就一生都愛我們。你唔可以同大自然搏鬥㗎，呢個高地嚟㗎。你有冇見到人哋呢條咁大嘅海邊？如果係可以跑嘅，點解見到好多人真係會出嚟影相？點解冇人跑咧？你見唔見到人跑？你見唔見到人跑？我就喺民宿附近租咗架共享電動車，20蚊一個鐘。雖然速度唔係好快，但係人生第一次揸電動單車嘅感覺係好爽㗎。跟住落嚟介紹另一個古鎮，喜洲位於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，
背靠蒼山，面朝洱海，係雲南保存最完整嘅白族古鎮，亦都係電視劇《去有風的地方》取景地。我哋當晚去咗喜洲古鎮一間地道嘅食堂。我們對它也是要等客人吃完了，我們慢慢吃，不急。慢慢吃，因為這個魚我放那個蓋子一蓋上。水性楊花，當地菜非常出名，亦都非常之好味。有咩菌蒸蛋啊？又有個泰式咩葉。成餐4個餸都唔需要200蚊人民幣，好抵食。再嚟就同大家開箱民宿，我哋喺大理住咗2晚。呢間民宿呢，老闆娘呢就係嚟自山西嘅，咁佢都係10幾年之前呢見到大理發展旅遊業，所以呢就嚟到經營呢一間民宿。你見到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有個好靚嘅花園。個花園係好適合影相同埋拍片。民宿裏面呢，亦都佈置到充滿文青嘅氣息。感覺有啲似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嘅民宿啊！我要隻蜜蜂啊！有啊，佢幫你捉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好細隻嘅就係呢度啲蜜蜂，採緊花。呢度咁多花。再睇下間房，係非常之開揚，落地玻璃，有個大陽台，望返鎮內白族嘅建築。房間裏面好乾淨，亦都好似係新裝修咁樣，保養得非常之好。因為我哋4個人入住，所以就係訂咗一間雙床房。而離開大理之前，最後一個景點呢，就係叫做貓米花園啦。佢係位於大理三塔旁，蒼山腳下32頂英式嘅私家花園，被稱為大理嘅莫內花園。距離大理古城呢，打車就約10分鐘。好適合一家4口呢就拍照嘅。有魚嘅喎。
喺7至8月嘅時候呢，裏面盛開大片藍紫色繡球，搭配月桂拱門、白色玻璃花房、鏡面水池，隨手呢都係影出油畫咁嘅全家福。園內呢更加有貓、羊駝、小山羊，亦都有兒童嘅樹屋、大草坪，小朋友可以盡情放電。而園區內呢，亦都有咖啡廳供下午茶，大草坪適合休息，遠望蒼山同三塔全景。當我哋離開大理搭高鐵去麗江嘅時候，突然傾盆大雨，但係冇幾耐呢，又突然之間見到成個天空都放晴喎。簡單嚟講，其實大理係好適合呢，有幾日時間完全放空，因為我哋今次只係逗留咗洱海西面。我哋東面都未曾去發掘嘅，亦都有好多網紅咖啡店冇去到，咁就可以留返下一次啦。如果鍾意我呢段片，就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亦都要留意下一集係會去麗江嘅。好多謝大家收看，下集見，拜拜。前面有冇啲坦克啊？啲冇。